人重新起舊，受人唾罵萬千年。有個後師精再取情之，未入罪以身殉權啊！拜見恩師。你吧，恩師呢個鸞鳳彩球，我交還過你。哦，十郎啊，這個鸞鳳彩球，鑄就你跨鳳之緣啦。成好合得為代一聲傳，像呼應向那棚情野箭，莫向閒花野草作冧和練，玉堂高掛黃金邊，掌上明珠扶笑臉，人來快把花燭點，連屬我並他上文面，不為明珠望顧劍，堂前蘭袖合歡宴，古聖人陳子店分家中當父母前，不藏圈草仍在院。嘿，你緣何九合並第年？可曾飲當着得你嘅親良言？有冇？此乃做差人劫十差一元，大義負根心難斬斷。嘿，咁係咁差一程仲得還是我情甜？我自有公分仇恩田，仇因你難卻半之緣，在東初我非火源，交杯酒呢，酒難甜。小玉佢若言係遭並選，十郎相發可於途啊善。嘿，待我重劍翻唐詩，望一望奏上金鑾殿。哎呀呀，一絲能陷怎無冤啊！
名來啦。堂口哥哥，我家小姐未有揀情，自憑口報，你就報說洛陽郡主霍王女七品狀元妻霍小玉登門拜見。唉，仲估係邊個？原來又係呢個病良兒，邊處嚟咁多高腳嘅鹹頭啊？不過又咁講，食我哋呢門飯嘅，不理冤家定係仇家，不問煙花定係茶花，總之使得錢就一枝花，使唔到錢就當佢爛茶渣。姑娘稍待，報何事啊？啟稟爺爺們，我有女子報哦，拉兒個女子報聞。女子說到他是洛陽郡主霍王女七品夫人狀元妻霍小玉拜門。霍小玉咁斬上門來哇！哎呀，斬啊！何不待我啊？趁佛王昏迷之際，將那煙花傳劍，活活打死，以消五行。哎呀，勸叫問，稍時之間，霍小玉步上堂中，你等見人就打，見影便打，於爺打！太兄，聲聲喝打，究竟太尉欲打何人？何在這般分啊？君如啊，你知不父郎玉碎堂前肉，中堂要打死你位兵禪娟啊！哎呀，真是堂上欲打個糟糠果，十郎寧以命押來填。佢令此風言半滅真，難堪象帕，當我爛入門啊！考眼，叫十郎交押，勸霍小玉。知道，慢坐。哎，疏。方才報門之際，霍小玉說是洛陽郡主狀元妻，那麼她真身的打扮啊！回稟太尉爺爺，霍小姐報門之時，頭戴白花冠，身穿紫繡袍啊！頭戴真冠珠孫紫繡嘛！哎呀，扯住啊！細想朝廷有例，不能棒打身穿紫繡之人。霍小玉她自小出身風塵，未懂朝規，今日受了誰人指點呢？依法閻王記下歐雲令，未許無償空手回。稍佢過嚟，你步出堂前，便說道：爺爺不見啊！然後我虛動鼓樂，細出婦人煽道，哪有過門不入之理呢？那是嘛？落他個闖籍罪名，先去其冠，後去其袍，同時死在於無情。滾啊！棒槌，知道。堂口哥哥，何以報門多時尚未傳見啊？今日太尉爺爺有女於歸之日，李參軍入罪成龍之際，堂賊經已繳回禮，爺爺恕不見客。且啦，太尉有女於歸之時，參軍入罪成龍之際。吩咐動咗我啊！來
所謂父命親娘，薄命兒，兩人不同是風前塵。你翻去，你去代我侍奉娘親，也不枉我一場待你。你去啦，你去話俾娘親知，你話霍小玉一生自負，從來都唔肯喺佢跟前認錯。但係今日我知錯。闖籍。婦人再闖籍。瞪大雙眼望住佢，哎呀，要我打！打啦，嘿，打！做乜唔打嚇？嘿！元妻霍小玉拜見太尉老大人。翻去伏王族譜，從未見伏王有女；西漢長安風月冊啊，未見狀元有妻。霍小玉啊，你只不過是聖業坊中一名歌姬，今日太尉府並無非奸助酒，知否闖籍之罪名啊，難赦免。老大人，霍王之女不在於族譜，而在於天道人心。離霍之分不注於姻緣冊，而注於三生石上。到底我霍小玉
是李狀元妻，抑還是張台樓？你又何須翻件姻緣冊呢？你可以問一問堂中嗰一位李狀元啊！恩師，小玉係我結髮之妻，有三師文師為證，你俾佢睇下啦，小。老大人，你若不然兒女情痴有污清鑑嘅，請控三尺文心思，情如日月。呀屁！此乃勾勒九合之師，煙花焉可告封名父之利啊！利益啊利益！眼前一個玉葉瓊枝，一個閒花野草，何解啊？你不愛瓊枝，偏戀隻冰湖輕賤啊你！老大人，你位列三台，得龍望眾，此不應妄加輕賤於婦道之人噃。想霍小玉雖是落堂寒微，早具有捨命殉情之心，素識從一而終之意。想令千金，自當飽讀詩書，而竟真夫奪愛。你為人父母，已經痴世動拳啊！你下蛋！我把你個霍小玉啊！你個煙花賤婦！呢十郎他反唐，鐵證已在老夫手上，論起罪名，當誅九族。司機人退都還罷了，如若不然，老夫教殺劫亂，然後化殘還你。
記下了勾魂令。哦，何以喝到啊明羅那話滿啊天？今時暫念下虎狼威，真正松擁來應戰。盤龍就以冰相面，銀骨之一手，老基也願包我問。李明，今日太尉爺爺有女於歸之日，李參軍入罪成龍之事，誰家爺爺都可報過名來。帶四王爺到。我睇下邊個四王爺咁巴閉。四王爺到。崔英，不知四王爺假年是一安營橫橋恕罪呀！參見貴婦多有的罪呀！街晒難兒女都是誰人？四王爺啊，嘿老臣正欲吹朝，不料在此恭迎皇家王爺。倘有一人在於邊關，少有反唐之師，該當何罪呢？論罪當誅九族。哦，論罪當誅九族。哎呀，四王爺，街前下跪者正是參軍，利益去在吹台，負有反唐鐵證在老夫手中，論起罪名不容置辯啊！慢來，想適才入門之時，唐侯官報說，佢話太尉有女於歸之時，李參軍就在成龍之日。雖知道李益有串連九族之罪，姻親也在豬年之年，我必妻子兒女締結良緣。低頭，陸大人，官藩有對律法不明，特來親自請教。期間，大人，倘有一官員以勢力壓迫豺狼，使其氣中方重分配從奸人命，該當何罪？罪該切職。哦，好過罪該切職啊！老太尉，想本藩微服出巡，只得你太尉勢力壓迫豺狼，使其氣中康重分配。故人崔氏因為不義不義之梅，三中了殺身之選。四王爺，老臣位列三台，乃有在此虧德之事兒呢？何況是道路傳聞，不足為懼啊！試問有誰頂正啊？我草菅人命，損害英證然啊！人在此，四王爺，盧太尉強迫故友為媒，將崔運明亂棒打死在虎堂之中，乃是我韋夏兄親眼見。此座。如何？四王爺，係為逼我氣中康重分配。跟與崔台感恩師，無滅李狀元啊！去一官，聽啊參！
超像遭殃傳，上方似有傳宗劍，如此黃衫代策權，呢封6千宗傳八面，我威會代了自差聯合官化，聯蓬燕兵合還歲，借氣焰用雷利人勤和之燕，白髮應歲伴菜亂，人來派白巴中起來一把，起來吧！单开这，哎呀，这可人特别忙啊！我那是我发胖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平必也，恕罪恕罪恕罪。做人真勤勤，消毒醫錯啊！呢問頭呀，我認怕你呀！上來耶！是的。嘿，唐雪亮啊！哎呀哈！